資訊發達，做咗辦事人唔係人人知道你係邊個，所以要有攞龍頭棍適應辦事人嘅身份。人哋選辦事啊，仲早過我哋香港選特首成班。今期我做到辦事人，我會帶個字頭叉尖沙咀。跌100幾十，做咗辦事人幾抵啊！時代唔同，咩都係講生意。如果你邊個你就劈邊個。字頭係每一個人獨大嘅，要平衡。忠心義氣都要為自己諗下㗎。陸貴有乜喐啊？對唔住列祖列宗。你做黑社會，又要做到最大、最話得事嗰個。古惑仔唔用